感知朋友，Radio 西部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那么做感知朋友的陪伴感是月。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今天有一位大美女将会来到这里，为我们推荐她优秀的作品。到的带领我这感知朋友的对的学习跟着的些呢，我马康的陪伴了嘛起。是的，她的歌声特别的高亢，究竟是谁呢？咱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呀，你要的记得。莫斯曼，我马康的些。你到这段路抗被年之光个中国别里邦个乐村脑的哲学。你懂这档，你懂这个路，四川年之光个别人人从路，藏在了些啦，直接在我道，咱是天幕，破中个连着随便。这这个呢吧，带领我去感知朋友的对的学别跟着的那些呢，我马康的陪伴了嘛，莫斯曼老鹰。来，掌声有请我们本期的欢乐新播客，来自四川阿坝马尔康的藏族歌手莫斯曼，有请。呀，这是的嘞，这是的嘞，欢迎莫斯曼。感知朋友的陪伴感是耶。图嘛，我今年这个主播做了参与记录。大家好，我是来自马尔康的一名嘉荣藏族女孩莫斯曼，这是的嘞。莫斯曼来自嘉荣地区的哈，咱们是老家呢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哈，叫什么了？阿拉酒歌哈，阿拉江是来一段，来说一下。好，那我来一小段啊。来是。阿拉江西哟，呀拉古美江西，阿拉江西哟，满马子江西哟江西，马子江西哟江西。阿拉江西，阿拉江西，我们念不懂啊，特别的棒哈！您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哈，这个嘹亮的歌声就伴着优美的旋律而来，是不是？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等不及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莫斯曼，有请莫斯曼为我们推荐他优秀的作品。嗨，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的莫斯曼。第一首歌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自己的一首单曲，叫《关寨情缘》。这首歌呢是讲述的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美景，然后我们家乡的一些风俗、风土人情这样子的一首歌。然后在前一段呢，用家乡的语言，老家的语言来诉说这个故事，然后这里的文化。然后再用汉语来歌唱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关寨情缘》，希望你们喜欢，谢谢。Ukam gilip ke tokas di Ukam sa gilip ke tokas di Utam makayok ke moyo mi shikpu shongshin keng kangos Terjasat ujak mengra tokas kren Priya kem kiapa tokas osngos庭院蟋蟀
着沉浮沧桑，大河流淌着旷世风华，旷世风华。野百合依然临风绽放，野百合依然临风绽放。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家乡》，因为我非常喜欢韩红老师，我是真的是他的超级铁杆粉丝，所以去年参加藏歌会的时候就选择了这首《家乡》，但是呢，我稍微的改编了一点点，里面加了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山歌，然后进去，然后也做了一些就是节奏上的一些改编。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的这种风格的一个家乡，所以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喜欢这首歌曲《不一样的家乡》，送给大家。家乡在日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曼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很清阔。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Oh my my baby boy, oh my my baby boy, oh my my baby boy, oh my my baby boy.欢乐幸福课，轻松过周末。好，欢迎穆斯满。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热哒，我们莫斯曼使用的我们把这三品的机呢，你懂就了一啥也？那在四川年吃空个种一个白里个人的白用的，第那个利用这几个利用是的天来之爱些的哇，第利用的搞的大圈全部也来，太好听了。第弄了给全部进他们机耶，但是呢，现在从那个莫斯曼的些，啊你全那些那伦敦这个毛不进呢，等这个香港毛不进的修女也是哇。藏歌会的话，我有参加过第一届藏歌会，然后那个也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比赛，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挺幸运的，然后最后比完赛之后呢，然后导演组找到我就说是就是让我也参加录制这个《天籁之爱》主题歌，对。然后当时就是录歌的时候，就是其实《天籁之爱》那个高音呐，当时是低音那样子唱的，但是我实在低不下去了之后，我直接就高八度那样试了一下，哎，结果还可以。然后后来他们又找我，就是说是那个前面其实可以再飘一下那个音，然后又专门到北京去录了一下那个前面那个那个飘的那个音，对，是这样。谢谢。那次比赛给你带来了什么？你觉得？可
可以说是让我更确定，要走这个音乐的道路吧。因为之前的话，父母亲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好，就是理想中就是找个单位上班啊，或者是就是留在学校里面当个老师啊，或者这样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刚刚从学校出来嘛，然后就是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然后，就是自己更确定就是自己走这个音乐的道路这样子。然后就放弃了这个。工作，对，是。本来是想从事什么工作的？家里的安排是？家里的安排只要是一个事业单位就可以了，不管是什么工作。当老师，对不对？老人家的想法都是这样的，对。是稳定一些。对。但是少了一位优秀的这个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啊，没有，多了一位出色的歌手哈。你看，特别是这首歌哈，你看一下就火了，知道吧？特别棒。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是我比较幸运，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是。我们这大家对定着起呢，利用的白马是把大家全部送，我们给你们个10年对10年了啊。那最近几年在忙什么呀？也是自己在做一些音乐这样子，然后。之前就是在12年啊、14年的时候再出一些专辑，第一个出了一个天籁发烧碟，然后14年又出了一个莫斯曼个人专辑，然后后来我就没再做专辑了，就全部都是做的单曲。去年7月份就发行了一首单曲，就是老猫老师做的曲，然后东方俊老师写的词儿，叫《野花香》。这首歌还挺好的，走的还。可以啊，是，我听过。是，对吧？这歌这歌特别受人欢迎。现在这不是流行这个短视频吗？对，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啊，或者是网友啊，把这个歌作为伴奏，还编了一个舞，你看过没有？有，歌词编的也有，还有编舞的。然后编舞的那个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然后学了好久。秀一段啊，来，我想一想啊。什么？请你呀来到我的身旁，让我的心呀不再流浪，唱歌跳舞，什么？我们一醉到天亮，醒来已是满地野花香。我好多都我都忘了，好多我都忘了。跳的不错啊，不是，它是一个手舞那种，我其实我都学了好久呢，还是没怎么学会。你看看这个歌好了，就受观众欢迎，人观众们都给你编舞，对不对？对，现在尤其是很多就是广场，大姐大妈就变成了那个广场舞曲那样子的。热大我们去个利用的送到现在打成就300个图了，大家全部都。你起码了利用个数了，掐起这的也。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接下来的话还是准备出一些单曲，陆续的出一些单曲，然后想挑战一些就是以前没唱过的感觉，就是因为以前一直都是高音飙高音那样子，然后我想出一些比较。像江南那边那种感觉，就是，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小清新那种，想柔情的，对，想尝试一下这方面的。现在有没有一些半成品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保密。这个保密哈，这个保密啊，对，那我们非常期待年底就发行了。好，那到时候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星播客的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哈。好的。你看，特别你像这样的歌手。一让他唱歌的时候，一亮嗓子就特别高，对于他而言，他说降下来是困难。我们就想问一下，这有什么秘诀吗？是什么样的秘诀能让你的高音那么高？这个秘诀我倒不知道，但是可以试一下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方法。你唱不上去的时候可以。哦呀，掐一下。开玩笑啊，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就是父母亲的一个那个遗传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父母也是在我们家乡的话，也是就是出了名的唱高音，真的。他的高音，我跟他高音比起来的话，就真的是不算什么。他的高音是爸爸妈妈的高音还要高一些，又脆又亮的。我父亲的话就低音很舒服。我奶奶也唱歌非常好，我的很多山歌都是她教的。高音世家呀，这个是啊，真的羡慕哈。但可惜那时候就父母亲没有那个机会。没有系统的来学，对不对？是，对。
对，很原生态的那种。人刚刚特别棒。人我们大去从阿爸阿妈阿姨从嘛连着边嘛是把个不的是，他过去个来这个蒙这个来用的从这些那用，他当然是呢，他从那个同期做进度啦，他采用全部搞来用啥的哇？아니他최롱의 찬스는 시작하는 최롱 가사가勒曼的是原来是。我喜欢的歌手太多了，但是小的时候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韩红老师因为我们家就是有第一台电视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的节目就是韩红老师唱的歌曲，然后他给我的这个印象的话比较深刻。然后像我们藏族的这个亚东老师啊、邹永卓玛老师啊、蔡丹卓玛老师。就是那种他们给我的就是这种印象的话就比较深刻这样子。现在的话就我喜欢的歌手太多了，只要是唱得好的我就真的很喜欢，不管是唱流行歌的还是唱我们民族歌曲的，就只要唱得好我都很喜欢。那是。你看你刚才说到那个藏族歌手，您所提及的这几位都是我们藏族音乐大家呀，对不对？这个韩红老师，对，这个他的歌你最喜欢哪首？哇，他的歌我喜欢的太多了。我第一次就是看他就是在电视上演出的时候，就是表演的那个曲目是那个天亮了，还有风中的美丽啊，那片海太多了，还有天空什么天路太多了，他的歌太多了，真的。还有九儿啊，九儿对，身边的真的。对，来一首韩红老师的歌。来，起来呢。我觉得韩红老师的歌其实都很高哈。他的歌挺有难度的啊。我看我唱哪一个？身边的那片天野啊，手边的枣花香，高粱收来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哎，唱得特别好哈！我们也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莫斯满也能像韩红老师一样，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取得一个很高的高度哈。谢谢。人我们的小娃郎中用于这些面的肯定。哎呀，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舞台交给莫斯满，有请莫斯满带给我们那好听的高音。嗨，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莫斯满。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就厉害了啊！大家绝对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大家绝对是非常熟悉这个歌，一首经典的老歌《青藏高原》。那去年参加藏歌会的时候，我也是小小的做了一点点的改编，然后节奏上面啊，然后中间的一些哼唱啊，那些稍微的就是加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就是山歌的那个元素进去，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不一样风格的青藏高原，莫斯满风格的青藏高原。谢谢大家。是谁留下千
嘎吱婆娘。咱就吉婆，热大第三节王给别人个嘎吱婆娘连线的些能怕钱的人参加联谊，你就他莫斯曼老了，年成那个主播做了这些节约。来吧，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点什么吧。谢谢，谢谢大家一直都支持莫斯满，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莫斯满的关注，然后我接下来也会陆续的出一些作品，然后希望大家也多多的支持，感恩切这些的嘞。好，谢谢莫斯满来到我们今天的欢乐星播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动情的分享，还有很多美妙的歌声，以及那震撼人心的高音，非常感谢。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祝福莫斯满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能够越唱越高。好了，各位，到这里本期节目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欢乐星播客轻松过周末，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呀，大葱么切的，翠林。啊耶我。